还有今天大推的就是我们那个小米甜甜圈，因为我们是在新城的小米甜甜圈，然后非常好吃。这是我们水源的贵族。还有我们的蛋黄。春之颂带给我们部落的那个产业真的是很大的提升啊！邀请我们秀林乡的大家长王玫瑰乡长来支持。好，掌声一下，谢谢。今天春之颂，其实最大的用意就是促销我们的农特产品，因为看到地震过后的秀林乡，游客少了非常多，农特产品从山上搬不下来，所以非常的心疼。今天我们设计了健走的活动，来促进我们农业的整个行销。透过健走活动，透过在地的参与，希望今天我们农民昨天非常辛苦采收的所有的农作物都能够销售一空。在这里拜托大家，希望能以行动来支持在地农业的促销。这一场我昨天半夜就到花莲市，其实很开心，就说一定要来见证一下这里的活动。我们秀林乡办的活动，在王玫瑰乡长的带领之下，像是全国首屈一指，所以我一定要来看。我每一摊我都要吃到，然后我要带很多农特产品回去，因为刚才乡长特别交代，要展现行动力。谢谢。不管怎样，今天的活动就是风和日丽，然后待会大家健走的时候，把那些悲痛都把它忘记掉，我们要往前走，好不好？好，代表县长来祝福我们新城秀林的所有的乡亲，不管在未来的复健过程当中，都能够很顺利、很平安，也祝福我们今天春之颂的活动顺利圆满，祝福大家，谢谢。这一段时间乡长非常的努力，包括主席为了大家，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大家不眠不休在这里非常的感佩祝福我们今天的促销的活动都能够很顺利圆满。那我们特别谢谢乡公所，尤其乡长还有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各级长官非常的努力，为我们的农民付出很多的心力，协助他们。在此代表富士村还有我们第9产销班谢谢各位长官，尤其我们的乡长，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村长。白秀娟代表有我们的秀美，我们新兴公园头里峡谷健身，赞不赞？赞！加油，好不好？好，大家一起跟标，好，祝福大家，谢谢。